李欣源，我係江門台山人，好高興《故園飄夢》可以喺呢度同大家見面。《故園飄夢》係一部華僑家族歷史嘅電影，自近代起，我哋僑鄉人為咗生活離鄉別井嚟到太平洋嘅彼岸謀生。咁喺呢100幾200年嘅歷史入邊，我哋僑鄉好多個家族都有好多唔同嘅感人嘅故事，咁形成咗我哋僑鄉獨特嘅歷史文化。一直以嚟，我哋好想做一部關於呢方面主題嘅電影。咁非常榮幸，我哋得到香港台山同鄉總會同埋海內外嘅鄉親，仲有好多熱心嘅朋友嘅幫助，終於可以完成咗呢個項目。咁儘管資金同埋各方面條件嘅限制，呢部電影仲有好多遺憾，但係我哋今次收穫好大，因為我哋通過呢部電影，我哋了解好多我哋家鄉嘅歷史，我哋可以穿越時空同我哋嘅先輩對話。咁藉住呢部電影，我希望可以帶俾大家一啲思考，譬如關於家庭、家族、家鄉、家國以及傳統文化同埋我哋每一個人嘅身份認同。非常感謝今次支持我哋放映嘅朋友，佢哋有三藩市靈魂會館嘅李建邦先生，有台山嘅伍新湖先生，我哋舊金山城市學院、舊金山公共圖書館。咁最後我要感謝柯達先生 Dr. Carter， 源於佢對華僑歷史嘅熱愛，所以呢部電影先可以喺呢度同大家見面。多謝佢，多謝大家。